今日要讀嘅書呢，係日本心理學家戴高嘅作品啊，花掉啲錢呢，都會自己留翻嚟啦。呢本書呢，要顛覆我哋對金錢嘅傳統睇法，帶我哋思考錢該點花先至能夠俾佢留翻嚟，甚至咧帶嚟更多嘅幸福同埋價值。核心觀念啊，戴高咧就提出一個好特別嘅概念啦，錢係一種能量嘅循環。當我哋把錢花喺正確嘅地方，佢唔只係支出，而係一種投資。佢會透過更好嘅健康、更高嘅專注力、更緊密嘅人際關係，最後再轉化成更多嘅機會同收入。咁但係相反地咧，如果我哋將錢使喺錯誤嘅地方，追求嘅係短暫嘅快樂，咁樣錢就會好似水咁流掉，再點樣慳都存唔住。咁所以呢本書嘅核心問題係我哋點樣使錢先俾錢自己留翻嚟。單元一，錯誤嘅用錢方式。好多人覺得慳錢先至係王道，越省越安心。咁但係咧，戴高咧就話咧，過度嘅節省其實係一種錯誤嘅金錢觀啊。想象一下，你因為貪平而買咗一件品質唔好嘅衫，穿冇幾次就壞晒，結果你有得再使錢買下一件，看似平，實際上反而更加浪費。心理學上面有個現象叫匱乏心態。當我哋太專注喺慳少錢嘅時候，大腦會陷入短視，結果反而忽略咗能夠真正提升生活質量嘅大事。最後我哋嘅人生咧被小便宜綁住，卻錯失咗大價值。咁所以第一個錯誤嘅用錢方式咧就係一味慳錢追求平，慳到最後錢冇多，幸福感卻越嚟越少。單元二，正確嘅花錢觀念。嗱，如果慳錢唔係答案，咁正確嘅用錢方式係乜嘢啦？戴高話花錢唔係消費，而係投資。投資乜嘢？投資喺能夠俾自己未來變得更好、更快樂嘅地方。舉例嚟講啦，使錢喺健康上面，買好嘅運動鞋，報名健身課程，選擇營養嘅食物，呢啲看似花費，但係佢換嚟嘅係更長嘅壽命、更好嘅體能、更高嘅工作效率。同長遠嚟睇，呢個就係會回流嘅錢。同樣嘅，花錢喺學習上，買一本好書，上一門課程，唔單止能夠帶嚟知識，仲可能喺未來轉化成職場上面嘅競爭力。呢一種花費就係最划算嘅投資。佢關鍵在於問自己啦，呢筆錢能唔能夠提升未來嘅價值？單元三，體驗比物品更有價值。有冇發現我哋買到新手機、新包包嘅時候，好快就失去新鮮感？物品帶嚟嘅快樂呢，通常係短暫嘅。戴高提到心理學研究，使錢買體驗比買物品更加能夠帶嚟長久嘅幸福感。點解？因為咧，體驗會變成故事啊，會變成人生嘅一部分。例如一次旅行、一場演唱會、一次同家人朋友嘅聚會。呢啲回憶會隨住時間而升值，俾我哋喺多年後諗起嚟依然溫暖。相反地，一個再貴嘅物品，耐咗就會變成習慣，幸福感會迅速遞減。咁所以，如果要俾錢留翻嚟，最值得嘅投資之一咧，就係俾錢花喺體驗，而唔係無止境嘅物欲上嘅。單元四，讓錢回流嘅四大方向。咁具體嚟講，錢應該使喺邊啲地方先會留翻嚟啦？戴高提出四個最值得投資嘅方向㗎。一、健康。健康係一切嘅基礎，運動、飲食、睡眠環境呢啲支出都唔係浪費，而係延長生命、增加效率嘅投資。舉例，買一張好凳俾你久坐唔傷腰，長遠嚟睇，比花喺治療醫療費用划算太多㗎。二、學習。知識同埋技能嘅回報咧係複利嘅，咁你今日讀嘅一本書咧，可能喺未來改變你做決策嘅方式。一門課程、一個工作坊都可能俾你掌握新能力，甚至開啟新嘅收入來源。三嘅人際關係，與其亂花錢喺人情往來，不如投資喺真心重要嘅人身上。例如同家人共度假期，同埋志同道合嘅朋友參加一個有意義嘅活動，呢啲關係會喺未來形成支持網絡，俾你喺困難嘅時候更有力量。喺四，專注力同效率，使錢喺能夠提升專注力嘅地方，譬如一台效能好嘅電腦，一個安靜嘅工作環境，或者購買代辦服務，節省時間，俾自己專注喺真正重要嘅事情上。呢啲花費會換嚟更多嘅產出同埋回報。單元五，日常使錢檢查表。最後，我哋點喺日常生活中檢視自己嘅花費？
Daigo 咧就提出一個簡單嘅檢查表，每次使錢前問自己3個問題：一，呢筆花費能夠提升我未來嘅價值咩？二，呢個會比我更健康、更快樂或者更專注嗎？三嘅呢個係持久嘅快樂定係瞬間嘅快感？舉個例子，花200蚊飲一杯手搖飲，快樂好短暫，之後只係淨罪惡感。花200蚊買一本啟發你嘅書，可能改變你嚟緊1年嘅。咁我就再譬如，使錢買平但係唔耐用嘅家具，睇似慳錢，最後卻花更多時間同埋金錢去修理或者係更換。使錢買品質好嘅產品，係能夠用得更加耐，慳翻嘅時間同心力先至係最大嘅回報。呢個檢查表呢，就係我哋喺生活中辨別錢呢會唔會留翻嚟嘅一個小工具啦。總結啦，今日讀嘅呢本書，花掉啲錢都會自己留翻嚟，俾我哋3個最重要嘅啟發啦。第一啦，慳錢唔等於幸福，關鍵在於有意識嘅花費。第二，花錢係投資，把錢花喺健康、學習、人際同埋專注力上，佢會成為未來嘅資源留翻嚟。第三呢個體驗呢，就比物品呢更加有價值嘅，因為佢體驗呢係會成為故事，帶嚟長久嘅幸福感嘅。最後俾你一個行動建議，喺下次使錢之前呢，停低落嚟問自己呢筆錢能唔能夠俾未來嘅我過得更好。如果答案係肯定嘅，咁請放心咁花落去，因為呢筆錢一定會自己留翻嚟。